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灯后开始一枪头。伫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侪位在地民代的精神之下，台南市南区文安里活动中心正式动土。因为进前活动中心呢，伫即个文化市场菜市仔楼顶，因为呢，迄活动中心是文化里的啦因为咱都伫遐所在进前无，所以呢，即个活动中心起来会无共，变6000级的活动中心。活动中心规划2层楼的多功能空间，占地220平，铁资3960万。兴建伫健康绿洲公园边仔，以人文、自然及饮食经营为理念，将是一座具有生态、节能、健康的在地指标建筑。功能是很齐全的，那每坪的造价不低要18万5千，所以说也希望说这个活动中心落成之后，能够内部设备充实，能够让提供给文安里的民众一个最好的休闲，尤其它在公园旁边。那将来的油气也很方便。文安里活动中心预计伫明年完工，完工了后，除了将提升里面的生活品质，里长未来还阁要办理共餐，朝向多元文化发展，将社区营造做较好。台南新闻署采访报道。
为感谢各界甲议会员工过去一冬对着议会各项事务的协助，台南市议会议长曲丽丽、甲副议长林志典1号中昼特别举办福运拢来联谊餐会，邀请所有的议员、助理以及市府各局处的首长做伙甲议会员工来同乐。会中议长甲副议长嘛邀请所有的议员共抬举杯，向着大家来拜年。福运拢中来，龙年行大运，谢谢，谢谢。我们台南市议会要感谢大家的日子啊！过去1年来，我们台南市议会的议员先进，真的是卯足了劲。不仅对台南市政的监督，对于预算的把关，还有对于我们台南市民各种的请托案件，都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团结一致的台南市议会的大家庭，一致的对我们台南市民的奉献。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南市议会的员工同仁，对不对？对。有你们的帮忙，我们议员的问政才能够更加的精彩，真的非常的感恩你们。会中市长黄伟泰加副市长叶铁山嘛，带领各局处的首长到场来致意，并且向全体议员甲同仁来拜年。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感谢感恩的日子，在这边要祝福大家龙年行大运，荣耀台南，因为有各位。所以台南倍觉荣耀，因为有各位在龙年里面，我们一起让台南400走出精彩，能够荣耀台南。再次感恩各位。现场除了乐团的演奏甲摸彩来助兴，伫个活动最后，议长嘛邀请所有的议员共同上台来献笑，以一首今年一定会好过来祝福大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台湾灯会伫台南由安平灯区拍头阵，展期包含春节假期。交通局预计将有45万上大参观人次，所以针对周边交通环境做出相关配套。我们在安平灯区的周边道路，譬如像安义路，包含安义桥，还有庆平路、光州路、运河路等部分路段，我们实施了行人徒步区的一个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在周一到周四是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24点。那假日的部分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24点。交通局伫安平周边空地增加临时停车场，也建议汽车会当停到英华国边、市府周边、运河新转3个停车场，以及清水路的临时停车场。机车会当骑到安义路，加起来汽车有6000架停车位，机车有7000架停车位。不要开车过来的话，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坐我们的台铁或是说国道客运到我们的台南转运站。那我们在台南转运站跟我们的台铁有一条绿色的这个接驳车，也是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义载转运站，也是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抵达灯区。为了确保行人动线以及安全，交通局也鼓励多多使用公共运输，除了会当舒缓大量车流。民众也会当欢喜踅灯会。若是想要了解更较侪相关的交通资讯，会当上灯会网站来查询。台南新闻所发采访报道。台南市定无形文化资产的罗冷门天后宫，伫今年农历春节期间举办2024嘉兴龙年文化季活动，为29暝开始，一路闹热到初5，活动精彩丰富。鹿港天后宫。桂林14月5发这个马祖的压岁钱，到这个晚上差不多到1点才结束，吃素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压一行有妈祖一行，把妈祖这个迎神到这个祈愿堂、地灵堂，过这个盛大的这个
这个拜寿就就喜欢的有这个礼官礼星全部我们走到这个麒麟岛做一个庆典呢。不止活动丰富多元，受邀来表演的团体也拢是一时之选，有破处电影三太子、美吉克魔幻艺术、道馆乐团、南风艺术团、奉天神鼓等一流的演出团体。我们鹿耳门天后宫呢，有很精彩的亲子嘉年华的设计。除了我们的文化祭很重要的部分之外，那我们今年有别于以往，是说我们就是以亲子嘉年华是老少大小都欢迎来，台上有表演，然后我们这表演会延续到我们整个看台的观众们，我们会有接大气球啊，然后Q&A 问答，答对的我们就有这个很好的小礼物送大家，所以。又有好吃好玩的餐车，所以我们是吃到饱，手拿到礼物，拿到手酸，然后看表演看到饱。然后我们今年比较特别是说，我们奉天神鼓的部分，它有一个3尺高的一个大的太鼓，首次亮相将会在我们这边鹿耳门天后宫做一个很棒的呈现还有一个就是初五我们有一些可爱的小太子，我们大家一般看太子团大概都大声呢，我们这次是小朋友的小太子，很可爱，欢迎大家扶老携手，老定酒老卡阿公家阿爸一同过来参与我们这个很棒的美食嘉年华。第29暝东岸早点，鹿耳门天后宫年夜祭也将正式登场。市长委托甲立委陈廷辉也拢会伫现场发送货钱。初1到初5，庙方卖发送通报。鹿耳门天后宫欢迎信奉信众做伙来拜拜求平安看热闹。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后礼拜就要过年啊，同时也迎接来台南400的庆典。安平开台天后宫为2月3号到元宵节期间，准备了一系列精彩活动，要来邀请国内外朋友到阵来安平，感受热烈的过年气氛。今年伫这个2月初3，咱就这个安平灯会就要来启动了。这个2月初3的这个同时呢，迄一下暗，有一咱安岳桥的停车场遐，有来举办一个大型的妈祖团的这个演出，由咱棉花园孙翠凤亲身来主演，希望大家若有缘会当共同来参观这个妈祖团的这个演出。了后呢，咱2月初4，咱安平天后宫这个庙埕呢有来写这个书法，来春联，然后送予咱的信众，大家若有需要的人会当共同来遮，咱的那个书法家拢会亲身来遮挥毫安尼，这是咱2月初4足大一个活动。上界重要就是讲咱2月初8，咱今年呢，咱有一个妈祖灯安平的这个妈祖灯的起灯，这就是要来带动咱安平在地这个经济迄个文化，要甲推动落去。咱安平呢有咱安平观音屏灵济殿西龙殿含这个卢金堂仔含海参馆共同来配合这个灯会。目前伫庙埕也正咧设置7彩平安桥，希望借由安平妈的加持，帮民众消灾解厄。安平的7彩平安桥拢照着鼓励来，拢照鼓励设置，就是讲伫这个7彩平安桥内骹，拢有设7个火炉，7个火炉来安尼新尊拢全部拢放伫内底，总放伫内底，为人来行先讲，伊较无看到新尊，我拢放伫内底咧。上界重要阮遮的新7彩平安桥，都改新拢是由道长，拢道长亲自来改拢道长亲自来改，这足济拢无安尼，这是安平的特色所以希望讲过年初1甲初5拢会当来安平行这个7彩平安桥。为带动地方的夜间经济，安平开台天后宫也延续了台湾灯会精彩，为2月8号到5月5号，结合了安平祭景庙宇，做伙举办开台佑民安平妈花灯，同款规划了一系列活动，就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无同款的安平年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南台南家福中心日前伫台南邮局1楼大厅举办祝贺的特卖会。每年由着邮局提供场地，结合济间的爱心商品店家代表，甲邮局人员来参与。今年并且邀请台南市神处书法研究学会的成员做伙合作，伫现场来写春联，甲民众分享。
互民众提前感受农历春节的气氛。南台南的家福呢，在对于这个助学特卖会呢，已经办了27年了。在民国97年呢，我们也跟台南邮局呢，开始合作。合作了，每一次呢，台南邮局呢，不单单提供场地，而且呢，还捐了很多的特卖品，让我们每一次的特卖会呢，都很有收获，也让我们这个家福呢，在这个助衰的募款呢，减轻了很多的压力啦。好，谢谢。台南邮局我们都很乐意参与。那刚刚听到我们的康主委讲到的这件事那我们也希望说号召我们等一下，其实每一次我们都号召我们同仁都下来能够参与那我们也是希望在座的很多的媒体帮我们多报道。那我们希望有需要帮助社会边缘的这些人，需要大家的助力，我们一定尽一臂之力了那也感谢大家，希望我们今天能够募款很成功，那也能够这个爱心传播出去，让社会感受这个冷冷的冬天还有很好的一股暖流。南台南妇幼委员会主委康登春表示，家福会用持续帮助受护儿童的住客，靠的是整个社会的温暖。伊感谢台南邮局17年来无私的提供特卖会的人力、物力甲场地，而且佫将分别伫个成功、永乐、元旦甲安南邮局来举办助客特卖会，欢迎民众踊跃采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走入旗津天后宫后的小巷，阵阵的咖啡香扑鼻而来。一间由湖水蓝店门搭配白色孤老石墙构成的小店映入眼帘。一踏进店里，令人压抑的是，这是一间书店，位在于高雄旗津的巷弄中。如果没有注意，很容易就错过了。而它也是旗津唯一一间的在地书店。会开伫遮是有5万公来遮来旗津的人，除了食冰看海以外，要有一个所在会当了解旗津的背景。这里有个游客口耳相传的传说，进到店里就会转变成讲台语，店长肖梦曲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启所有人的台语开关。像这是无强迫啦，通常的2种状况，第一个就是我讲我的，伊讲伊的，第二款就是伊其实嘛想要讲台语，或者是伊细汉要讲台语，就他其实是忘记自己曾经也都会讲台语。接下了这栋渔工老宿舍作为独立书店营运，保留了过去居民的生活痕迹。店里除了咖啡香与书香以外，好像还融入了旗津海洋的味道。那打狗旅人去几个人拢是对旗津上岸的，比如说他玛雅各，他是最早将基督教长老教会带来旗津的人。这每个咖啡拢是每一杯咖啡的坎人拢是有关系。我是希望讲，大家来啉咖啡的时阵，佫会当了解在地故事，或者是文学。独立书店都有偏好的选书，这里收集了旗津的在地文史、文学、传统产业以及海洋环境的书籍，有着海洋文化的书区，以及带着教育意义的台语书籍专区。定价的方式也很有趣。阮这的册有分做3款定价方式有3款第一款就是二手册，比如遮二手册阮无去定价。就是有需要的人，家己看一本册来决定这本册的价钱。阮遐有一个纸壳你家己落个纸壳甲册名写喺簿顶悬，安尼个用字。佮另外就是定价书，定价书就是我迄困的时阵，我有时拢会去二手书店伊来我知影阮遮的人客，伊需要什么款的册我家己买回来。佮另外就是新册。新册就是原价佮照册后壁的迄个定价。旗津读册取自于台语的读书，生活中阅读的方式有很多种。到来的访客不只可以邂逅好书，也可以听闻各种旗津见闻，或是品尝一杯好喝的咖啡。店名叫做旗津读册，读册不是干那讲用目睭读即马阅读的方式，我想现在是越来越多元。除了看册以外，有时会当用听的，所以来遮嘛会当听大家的故事，在地人讲旗津的故事。我遮嘛是有咖啡嘛是有打狗的故事，所以它毋是讲干那
用目睭去看尔会当用各种的方式。用讲的、用听、用啉的。城市的每间独立书店都与在地有紧密的连结。旅客来到旗津，除了看海吃冰，不妨也来到这间书店，阅览旗津见闻，邂逅好书，与店长喝杯咖啡，听故事。记者孙军高雄报道。How can you make a pizza? Raise your hand. 期待的英文课开始喽，但是老师却穿着围裙开始教烹饪。SALT. Everyone say salt. Salt. Do you like it? 学生们动手做披萨，将食材排出喜欢的形状，接着放进烤箱，耐心等待。Hello, Mimi, your pizza. 我先分享我的披萨。热腾腾的披萨出炉，香气四溢，学生们都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不过尴尬的问题出现了，烤完的披萨长得太像了，让学生一度分不清哪个才是自己做的。Is that yours? No. 真的假的？不过有运气好的学生做了别出心裁、特殊造型的披萨，抢在众人之前找到自己的作品。怎么会想说做这个形状？因为我比较喜欢植物，也比较喜欢植物类里面的花类。然后我本来是要做圆形，但是凸出来，我就想说我喜欢兔子，所以就做兔子。折腾了许久，迷路的披萨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人。拿着等待多时的成品，学生们大口咬下，大赞好吃。吃起来什么感觉？什么味道？脆脆的，比外面卖的还好吃。这是高雄市三民区合体国小人气最夯的营队英语就这样玩的课程，为期5天，内容多元丰富，让学生学习说英文，还能当厨师动手 DIY 吃美食。这一次第一次做，我觉得很好玩。想说 flour 是面粉的，就是有学到一些东西，有成就感。好玩，可以发挥不同创意，做成不同形状。最有趣的寒假课程，还有各式创意的英文教学模式。学校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增长英文的能力。然后小孩子做完以后，其实都会带回去跟父母亲分享。其实我觉得，除了学习以外，其实这个愿意去分享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其实我们不只是烘焙，我们还透过英文的绘本，然后透过英文游戏，还有桌游，让孩子们认识说手作的乐趣。不但能学英文，又能吃喝玩乐，一举数得，也让他们的寒假过得快乐又充实。记者钟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在大陆才刚出生还是小婴儿的李先生，就被父母亲抱来台湾，就住在这个机堡尾端，里面有客厅、厨房、卫浴和房间。为了让抽油烟机的烟能够排出，就在屋顶上开了通气的天窗，下雨时还可以手动关窗，生活有点困难。在这边住70年。哦，您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吗？对啊，我在大陆出生的。在大陆出生啊，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对，爸爸抱过来，原始还聪明。真的，那个非洲那个国家也是这种窗子。另外，这座机堡则隔出3户人家，单大姐和90多岁的老妈妈还住在机堡里。妈妈房间上方也开了采光的天窗。她还记得父亲费了好一番功夫，用工具凿出的。是我爸慢慢敲的，一点一点敲的。很厚吗？厚啊，你看那不是很厚。这样那敲得动吗？而且敲得很辛苦，那时候我们还小。可以啊，你要爬吗？你要下来很危险，我现在都不会爬了。小时候我们都在上面了。这些机堡是日治时期新建的，原本是停战机的。仓促来台的居民没有地方住，看到机堡坚固耐用，又能够遮风挡雨，就勉强住了下来。但还是得向国有财产署缴租金，这样一住就住了70多年。50年以前感觉到很好，现在感觉越来越坏，因为房子越来越好。外面的房子越来越好，我们这边就感觉到越来越坏。38年吧，是不是？我在台湾生的。你在台湾出生？对，他们就来这边了，就住。以前很多人住啊，他们都搬走了。哦，有些搬走了。对对，现在剩我妈妈，这间他租给他们了。机场就在现在的国际机场，现在因为商业用了，所以说他们拓宽了，现在我们就这个防空洞它还是继续的保留。由于小港机场在日治时期就是一处飞行场，附近还有几处机堡和防空洞，有的有人住，有的已经废弃了。这些历史遗迹已经成为小港地区的一大特色。从日本起飞，
在小港降落，再去那个他们是进攻东南亚的时候，飞机在这边加油挂弹，再到东南亚去。小港区公所哦，他们有在计划说，我们暨南里这边的特色就这2个嘛，还有这2个，那为什么要这2个哦？他们本来要做其他的特色这样，可是现在有在讲，但是还没在做。废弃的机堡被许多民宅包围，不仔细看还找不到，更没有想到还有人住在像山洞穴居的机堡里面。虽然不太方便，但也住了大半辈子，暂时没有搬离的打算。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